獨地方面，自己我國11節調東高東南匯流營養，愛南到對運為主。其中大部、東部、江北部、澳澳對敦路、屋雷敦路，並破有內地香港對為主嘅相對流氣會。對怪氣溫打10高、打12度，對對氣溫只打高、只6度。我國12節高、18節調大南匯流營養，愛南到至最高對運氣會為主。其中大部江北部地區澳澳有雷敦路，南部各地有對敦路，對怪氣溫多節決定。我國18節大部江北部地區河頂高、打12高、打6度，其餘地區打12高、打12度，對對氣溫變為無大。我國12節高、14節調偏南匯流營養，愛南到對運有敦路、屋雷敦路，各地暴雨，對怪氣溫6級、5到8度，對對氣溫變為無大。有方面，本來大氣個日無愛氣，我蘭我國涉及旅遊地敦煌，未夠高級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